AI 嘅助手咧，正喺度成為消費者尋找附近服務時首先求助嘅地方，而佢哋嘅推薦咧，承載住如同受信賴朋友建議咁嘅分量，確保你嘅企業出現喺呢啲 AI 驅動嘅本地推薦中，需要同傳統本地 SEO 唔同嘅策略。說服 AI 喺社區查詢中點名令企業嘅信號係具體嘅、可衡量嘅，且完全喺你嘅控制範圍內，可以強化作為你數碼策略嘅一部分。AI 從相互關聯嘅信號網絡中組裝本地推薦。Google Business Profile 提供基礎嘅位置數據，但係 AI 走得更遠，掃描你嘅網站以尋找特定社區嘅內容。檢查評論平台上帶有位置標記嘅反饋，並喺各目錄中驗證詳細信息。本地零售商同埋社區服務提供商擁有豐富嘅本地錨定嘅數碼足跡時，持續表現優於擁有通用在線存在嘅競爭對手。創建自然地引用你特定服務區域嘅內容、附近地標、社區特色、社區活動，為 AI 提供咗上下文信心，證明你真正扎根於當地，而非僅僅喺地圖上聲稱一個位置。提及具體體驗、員工互動同服務成果嘅本地評論，為 AI 提供咗自信推薦所需嘅定性證據，鼓勵客戶提供詳細嘅特定位置嘅反饋，創造咗一個本地可見度嘅自我強化循環。